就那么点伤，还叫呢？没事。这么戳你不疼？你不疼啊？瞧你那水井屯的小样，我怎么了？啊，我什么样啊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？我也受伤了，我。诸位，汤将军来看望大家了。汤将军，方大人，不管伤势轻重，一视同仁。这些都是为大征国土洒过鲜血的人，日后还要为大征效力，不可轻待。是。伤口或许会很疼，但过去这一道关口，便是顶天立地的汉子。将军说的是，这水井屯确实是一道关口。若不是因为我们大哥英勇无畏、战术得当，我们几个人死在那儿也就罢了，就怕连这水井屯也失守了。这次多亏了大哥，我们才捡回一条小命。谢大哥，谢冯大人。哎，将军，我们大哥安排了3路夹击之策，只给敌人留了1个出口逃跑，率领军民一起打击。诸位可以想象一下啊，这胡库士兵怎么能抵挡得住咱们3路夹击军民联合呢？那根本就是不可能啊！对，果不其然，就从大哥给安排的那一条唯一的退路给逃跑了。就在他们准备逃跑的时候，只见大哥是身影一闪，直接落在了那西门的土墙上。再翻回头看咱们水井屯，恨不得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旌旗招展。将军，总之，我们是在大哥的带领下，赶走了胡库人，夺回了水井屯。我看你啊，打仗是没那么生龙活虎，这会儿倒绘声绘色了。你呀，就不该来参军，应该去说书。不是，我怎么了？不是，我说的都是真的呀，是不是？对啊。若不是事实啊，早就把你嘴给堵上了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。好，方大人英勇，诸位也都是热血男儿，军中精英。我已分派了伙头，杀了羊，做了饭，今夜为大家接风，庆功。好。